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上新的调查，讲这个海产是暗藏着微塑胶。咱平常时啊，若咧食鱼啊、食小港啊、中港这类的海产，真有可能伫不知不觉当中，会伫一年内食落一支的塑胶树讲。因是来呼吁着环保署爱为源头减塑来做起，来杜绝着塑胶粪扫毒害咱的健康。 过年过节，桌顶一定会传海产，不过食好料理爱洗哩，有可能会去食到塑胶有粒肉。经过紫外线或者是各种生物消化之后呢，它变成裂解成更小的微塑胶，被海洋生物吃下去，它透过食物链，最后又回到我们的人类的餐桌上。卖叫是海内底粪扫和咱人无关系。根据绿色和平调查，台人逐年若是拢有伫咧食海产，掠壳类有14733粒塑胶有粒肉，小港仔类755粒，鱼仔类796粒。等于爱食海产的人，一年食16300粒塑胶有粒肉，差不多是一支树讲的量。 微塑胶呢，它其实带有了会吸附环境中的毒素这样子的特性哦。那比方说像是塑化剂啊，或者是双酚 A， 我们已经知道说，已经有研究证实，这样子的毒素其实是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还有免疫系统。食海产会当补充蛋白质，不过说因为含有粪扫污染，对人体有危害。绿色和平讲，环保署应该呼吁民众莫用塑胶袋啊、塑胶袋啊，或者是塑胶餐具，安尼才会当顾到台湾人的健康。